会使来听文通讯的读本，有兴趣应该是网络嘛找会到。我来甲打一个连接一下，恁若有兴趣，当然你家己去 Google 找应该是找会到啦。所以，搁几秒钟仔的时间，我来甲打迄个连接，互大家罔参考一下。等一下哦，你去拍台文通讯，理论上因为伊是网络顶悬的版本，所以应该是袂讲太困难的找会到才对啦。因为台文通讯到呾1991年30几档啊，所以网络顶悬伊是总共放142期。因最近就是有出迄个叫做30周年的迄个纪念专刊，所以因的纸本听讲有一寡文章是网络顶悬无的。现主是我伫 chat room 内底所打的，就是台文通讯的连接。你去了第八期，即期是1992年2月7日出刊的。时间拄啊9点，原则上应该是袂超过1点钟就会收煞啦。当然，读的若有兴趣的话，会使起来甲大家做一下分享一下。所以毋知声音安尼会使无？好，台文通讯第8期第一篇是迄个罗文杰先生所写的。台湾普通话，倒一种语言是台湾社会普通话？若伫120年前要发达即个问题真简单。伫日本时代，福禄系台湾话伫台湾经过多语社会语言共同化的过程，已经演变成做台湾人社会普通话，所以福禄系台湾话，互人简称做台湾话。但是台湾话伫外来政权国语政策的打击之下，元气大损。台湾话使用空间愈来愈少，这种现象一直到改严了才淡薄仔有改善。台湾话是毋是会当阁继续做台湾社会普通话，也是会亲像客家原住民的父母话，渐渐互强势国语消灭去？咱若分析目前伫台湾什么款人，伫什么所在，伫什么场合，伫使用什么款的语言，答案可能无乐观。答案可能是无乐观。若按地区分，主导台湾社会流行的台北市，已经有使用国语比使用台语的场合较侪的情形。国语已经有渐渐在取代台语，成做台北市居民的普通话现象。新加坡社会语言学家郭振武先生在研究什么是新加坡的强势语言的时，伊研究的方法是调查生份人三少问所使用的各种语言出现的频率，来决定什么语言是强势的语言。用郭先生的方法来看，台湾话伫台北地区已经丧失了普通话的地位，但是台北人虽然用国语甲生份人三少问，甲熟悉人永远是用母语交谈，才会亲切。这按竞选的时，候选人为着要得到选票，不管什么党派，若台湾话讲袂好势，一定用台语政见发表现象，就会当得到证明。大多数人的父母话的台语，却沦落做次要的语言。40年前，台湾人完全袂晓讲外来的国语，却变做现在的普通话。台湾人是用什么态度来面对这个事实呢？是不满意，但是可以接受，是一种无奈，也是亲像爱尔兰人被消灭母语迄种愤慨。也无学者做过这方面的研究，相信这是一个真趣味的问题。台北市以外的地区，特别是伫乡村，台语以及客家原住民语言，犹原是台湾社会普通话。若按职业分，军公教人员、政府机关、
学生讲国语的机会较侪，工商界、生产界、农民讲台语的情形就较普遍。学生出社会进入工商界了后，大部分会因为生活的需要，搁再学晓讲台语。政府甲民众讲无共款话，往往伫实名地才会发生的代志。伫台湾是安怎政府机关代表人民的议会无咧使用台湾民众的普通话？语言是经济活动、生产甲分配过程中袂使欠缺的工具。第二而且伫分工愈细的工业社会，语言所扮演的角色愈重要。台湾话是台湾工商界、生产界主要的语言，但是台湾人因为政治因素，煞无都伫学校学着生活爱用会着的台湾语文，致到一般台湾人使用台湾话文的能力愈来愈退步，这对台湾社会经济生产力有负面的影响。按年龄分，台语是真侪台湾老人唯一会晓讲的语言。根据台湾报纸3-4年前的报道，台湾袂晓讲国语的民众也有300-400万，若包括讲袂好势，数目就还佫较大。台湾的老人拍拼一世人，食到老连看电视也受人限制，实在真酷刑。中年人讲台语甲国语应该拢无问题，但是大部分人也是台语较通顺，表达较好势，尤其是甲熟识的人伫讲话的时阵，青年人双声道会占大多数，少年囡仔就大部分讲国语。台湾话是毋是会灭种，就要看遮个少年的大汉了后是毋是会晓讲台湾话咯。若按国家认同分，认同中国的人较有可能讲国语，认同台湾的人就较愿意讲台语。最近有袂少本来袂晓讲台语人，开始伫台语。自立报系有出版一本专门针对袂晓讲台语的台湾居民所编写的生活台语录音带，甲对话课本，每套卖750块的生活台语，初版伫短的时间就卖完。台语使用的空间对着台湾政治的本土化有扩大的现象。台湾青年的一代，是毋是会晓讲台语，渐渐甲因的组织无密切的关联。较重要影响因素，可能是因成长的环境，甲因的社会认同。一个伫台北市大汉的本土台湾囡仔会晓讲台湾话的机会，可能比一个伫农村大汉的外省台湾囡仔搁较细。因为伫台湾父母同齐出外上班的比例真悬，所以普遍父母甲囝儿做伙的时间真短，家庭教育的功能渐渐互电视甲学校取代。语文教育政策对台湾社会语言的影响力愈来愈大。若按教育程度分，国中以下教育程度的民众使用台语的比例，有比教育程度悬的民众较大，这甲因所做的职业可能有关系。但是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台湾的报纸、教科书、参考书、杂志拢是用国语写的。台湾的读册人册读愈侪，伫头壳内面暗念国语的次数就愈侪，因所按课本所得到的智慧，也拢是用国语表达的。所以册读愈侪，国语愈流利，台语却愈来愈退步。真侪大学教授国语、英语愈叫，但是若叫因用台语演讲，就直直嘟嘟。台湾人的知识分子无法度用母语来介绍因的专业知识，互因的同胞，是真正悲哀的代志。对台湾的经济发展也有负面的影响。郑良伟教授伫《台语灭种的尽头》迄篇文章内底，伊用语言使用的范围、语言本身形成代谢能力，甲人民对语言的态度来探讨台语的前途。咱照本文以上的分析，主导台湾流行趋势的台北人、知识分子、公务人员、青年人，已经渐渐有改用国语做普通话的现象。这是台语灭种的恶条。这种趋势若无改变，台语的命运会甲平埔族语的命运同款，互强势的国语来消灭。台语生存有利的因素
是最近台湾意识的觉醒。即个台湾意识觉醒的力量，是毋是会改变台语灭种的趋势？有待关心台语文化的人士共同来拍拼。OK，感谢周丽啊，继续听。敢有兴趣要起来做伙讨论，还是开讲？来，甲你邀请发言，有兴趣会使，就做伙来开讲，做伙来讨论。啊嘛会使点点听，拢无问题啦。OK，第二篇是陈明仁所写的台语诗集《走找流浪的台湾》，伊写的诗啊，走找流浪的台湾，也是走找家己的流浪。有一首歌唱讲，你是风，生性爱流浪啦。我定定咧想，风到底是因为气压压迫因流浪，也是真正生性爱流浪呢？啊人咧，我是出世伫真庄卡的囡仔，伫我囡仔的时代，做都市人上大的愿望。国民学校毕业，我就决定要放弃庄卡离开艰苦做实的生活，单身脱赤脚去都市读册。初中读煞升去高中的时阵，我感觉中部即个都市还无够都市，就安尼放弃新高中的学业，到台北，为着要饲家己，开始找头路拍工。毋过无一个头路是我感觉值得用一世人的时间去投入的。尾啊，我家己讲，我要做一个作家。对一个无任何背景囡仔来讲，可能会当出名的行业，干那两种，就是作家甲影歌星。出名是我迄阵的代志，我无做演员、歌星的货事，作家是当时唯一的选择。起先我啥咧都袂写，啥物碗糕拢写，连《武侠春秋》车头咧卖薄薄仔一本10箍的爱情小说都写过，写起来速度真紧。上可恨的是，社会根本毋知影我是作家。我学人家己印妹字，头前印作家2字。本来想要印文豪，惊去互人笑。名片是有啦，毋过无人通拄出去。我所熟悉的人，毋但无社会地位，而且对我即个作家头衔的人，连一点仔尊敬的表示都无，拢无啊。有一摆拄到一个足古意的老朋友，我真得意将名片捞出来。伊真足看规部久，讲作家，我知影啦，你嘛即个甲人起厝啦。我想足久诶，才发现无合你讲话，无人要甲你信斗。决心，搁开始拍拼背教科书做模范生啊！伫求学甲拍工诶过程中，我学校、公司、工厂、行号一直咧换经啊。高中读过4间，食过头路超过20种。人讲一年换24个头家，时间一个久来，同学、同事、朋友愈交愈多。毋过一直新人换旧人，会使讲哦，我连交朋友都咧流浪了。大学诶时，我找到一项做上久诶头路，写电影剧本。即个行业有符合我少年时代所有理想诶条件，兼顾到写作甲影剧诶出名原则，趁钱简单搁轻巧，毋免甲固定诶公司也是头家写，品质好歹无重要，紧就好。影剧界无永远诶朋友，所以换新朋友敢若换衫裤咧。我本来就叫是讲会做一世人诶编剧咧，煞尾无张持去接触到党外分子，去互一寡偏激诶言论辜负蛊惑。对影剧界诶环境愈看愈突然，还阁想起故乡庄卡做事人诶生活，豆豆啊意向煞阁煞为政治反抗运动，较早求出名诶大志，毋知走去倒位觅。讲起来，人生实在真创治人。伫我开始对出名无兴趣诶时，煞去发现到，其实伫台湾一个人要出名上简单诶方法，就是做反对运动。若敢上台演讲，敢吵国民党，敢冲街头，毋惊互人起诉、互人关，
参加公职选举、写政治评论等等，想无要出名就有困难。话是安尼讲啊，毋过啊，毋惊互人管即点我是做袂到。冲错国民党，若无准则，拢会互人掠去关。遐个条件点点的，我毋是毋敢，就是无才调。写政治评论用正名嘛共款危险，反直都无想要出名了。规气安分做国民党较无得注意的基层党工，街头举旗仔，无大风险，阁会当偷心气。时间做久了后，我才知影，反对事业是我一生上大阁久长的事业。做党工上大的危险，就是无发言权。像我即款爱表现、食甫仔神的性格，做久感觉苦闷。伫无意中，我重操旧业，阁开始举笔。即马话声代志是头啊，是写家己看痛的。豆豆啊，报纸杂志有得登，竟然看到家己的作品，心肝头就烧落暗爽，感觉全世界无人比我写阁较好，而且诗人即个头衔嘛介高尚，所以决定要莲花化身，脱胎换骨。做啥物党工，毋捌字无水准兼无卫生，以后有群众运动也是演讲会，尼骨带夹的，西米露雕的，高高在上坐咧演讲台顶扮身，干，互较早党工朋友看甲目睭脱通。讲我爱流浪实在是无枉困，写文章嘛写甲走进去，本来是要报告一寡我的台语文学过程甲党工生活，讲我走找流浪的台湾的经过，讲我的流浪的性格是安怎被逼出来，煞讲位别位去，连主题就咧流浪，反直啊，意思有够了就好啦，无熟悉准拄好，有熟悉莫买我的册就好，安尼做事较准过，有趣味的，请看较严肃的事例，讲一寡台语文学的问题。以上是陈明仁老师第一个诗会写即个诗啦。敢有要起来做伙讲啊 ？OK， 刷来则是第四啊，林武宪所写的4首儿童诗。第一首，草仔机日头晒袂死，大水淹袂死，落霜寒袂死。有露水，我着活落去；春风来，我着出头天。我若出头天，世界着青，叶会干，根袂烂，代代熬生炭。第二首，我是一条番薯，毋是菱果，毋是多玛多，也毋是蚵仔，也毋是西瓜。我是番薯，我是一条土产的番薯。我袂晓圆练，无欣赏经达达。我有家己的本事，毋惊土烂土焦。我总是坚持，我活得完整。我是瘦个甜，俗个有营养，助人过日，救人无数。挺好做菜，挺好做米，连叶仔嘛会当饲猪。我是一条真正的番薯。第三首学飞，天顶鸟仔飞，囡仔涂骹白。囡仔想要飞，鸟仔咻。等一下，哪会袂学行，着要学飞。好，第五页是第四首啦。鸟仔有通食，天顶一只鸟仔，涂骹一尾虫。早醒的鸟仔有通食，早醒的虫互鸟掠，早醒的囡仔无通食。毋知是咧讲啥。好，再来。第五页则是外国人写台文咧介绍家己，因为这当时是伫美国发的。所以呢，有外国人来学台文嘛，算拄啊好尔。
即篇坐定一夫，伊讲诶，下面2篇文章是校外大学台语班诶学生写诶，为着要互读者了解因诶台文程度，本刊照因家己写诶发表出来，拢无修改过。好，大家较早，我姓坐定，叫一夫，我是日本人，我是伫日本诶大阪出世诶，也是伫遐大汉诶。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阮妈妈也伫咧，毋过阮老爸是4年前已经过身诶。因3个人拢住伫大阪。我是伫日本诶关西学院读企业管理，为着准备开设家己诶公司，大学毕业以后，就伫贸易公司工作，即贸易生理诶经验。毋过工作无到5年，因为工作无用，佮压力真大，我着12指肠溃疡。我对趁钱无兴趣，就辞职啦。经过真久诶考虑，我煞决定做日语老师。我捌住过台湾2年，起头1年伫家人 YMCA 教日语，然后搬去台北，伫师大学中文。半年后转去日本，伫广岛大学进修日语教育学。迄时我对中国文化较有趣味，就决定要去美国留学读研究所。来夏威夷以前，我伫台中的东海大学学半年的中文。到迄时，我已经住过台湾2年，毋过还阁全然袂晓讲台语。我想若袂晓讲台湾话，要安怎了解台湾人？所以离开台湾1个月以前，才开始学台湾话。我即马伫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所读硕士，尤其是研究台湾的文化人类学。我对台湾意识特别有趣味。虽然台湾话我已经学2年，毋过我的台湾话还无够好，所以我打算明年6月要阁去高雄学3个月台湾话。这位朋友说，敢有兴趣要过来罔听罔开讲罔讨论啦？邀请一个有兴趣才阁来。若无，chat room内底有一个连结啦，会使看觅讲，迄个我咧读的是台文通信第8期，已经读到第5页。正手边是外国人咧介绍家己，若有兴趣罔听罔听。介绍家己，海地，大家好，我伫外面的是叫地海地，伫厝内是叫王太太，请恁叫我海地。我是伫美国华盛顿出世的，但是拢伫华盛顿附近的美利兰州大汉的。我细汉的时真古锥，但我无真乖。我有一个兄哥加我2岁，伊即马伫纽约咧读册。虽然恁拢已经知影我的先生是台湾人，我还是想要来小可介绍一下。我的先生叫王聪祥，伊是伫台东出世的。细汉的时搬去花莲。伊细汉的时真爱运动。伊15岁时，因为伊的柔道学了袂歹，所以才保送到台北体专读书。虽然伊住伫台北15年，但是伊较爱住伫庄脚。我常常想，阮2个人，一个伫台湾的庄脚大汉，一个伫美国的都市大汉，会结婚真有缘分。OK， 是这篇介绍家己啊。讲即个物件啊，应该搭伫遮来甲即个连结处理一下。台文通信